當發現密閉空間入邊嘅手足發生意外，大家話應該點做？性命攸關，梗係第一時間跳落去救人啦。咁話大錯特錯啦！唔清楚入邊有咩危險，貿貿然咁衝入去，只會製造多一個傷者，同埋降低入邊嘅手足被救嘅機會。記住，千祈唔可以俾自己嘅情緒影響你嘅行動。我知正確嘅做法應該留喺密閉空間嘅外面，即刻通知受過訓練嘅救援隊、警察同埋消防嘅協助。當救援人員到咗之後，後面人員就會向救援人員講出事故嘅經過。大家知唔知我手上面揸住呢個係咩嚟㗎？ PPA 咁一定係 MP3 啦，係個人警報器，係俾進入密閉空間工作嘅工友佩戴。如果工友突然失去知覺，警報器就會自動發出視覺同埋聽覺上嘅警報。咁喺密閉空間外面嘅後面人員接到警報之後，就可以馬上得到求救啦。除此之外，喺密閉空間外邊，亦都要準備一套合乎國際或者係國家認可標準嘅復甦器具。當發生意外嘅時候，受過訓練嘅救護人員就可以第一時間拯救有呼吸困難嘅傷者。大家知唔知仲有啲咩其他嘅緊急救援設備？例如照明系統、急救箱、擔架床，同埋頭先提及過嘅認可呼吸器具、全身式安全帶、三腳架同埋絞轆。仲有，公司應該制定緊急應變程序，處理萬一喺密閉空間內發生嘅緊急事故，仲要定期進行演習。Irene Edison， 我相信你哋都好清楚密閉空間嘅安全守則啦。但係做我哋呢行咧，就唔可以紙上談兵嘅。我哋都好講求實戰經驗。實戰經驗，我想你哋實地檢查一下3種唔同密閉空間嘅安全措施。遇到咩問題，隨時打電話俾我。OK，我哋立即行動。因為我哋要視察一個好普遍嘅密閉空間，好普遍，即係邊一種啊？就係每一個大廈天台都有嘅食水缸。啊，我知啦，食水缸係定時做清潔嚟保持大廈食水嘅乾淨。不如我哋先去機房睇下。喺進入食水缸之前，首先就要進行隔離。首先就要閂咗水缸嘅總電掣，然後上鎖，同時掛上適當嘅警告標籤，防止工友喺食水缸工作嘅時候，有人開咗個水泵造成意外啊嘛。跟住咧，而家要放晒水缸入啲水啦。條直梯好啱標準喎，有背環，下邊仲鎖咗鎖。仲貼住嚴禁攀爬添，咁啲閒雜人等咧就唔會立亂咁爬上去啦。咁我哋上去睇下咯。我哋快啲打嗰個蓋落去做嘢咯。未得住，仲要做埋氣體測試先得㗎喎。氣體測試正常，冇有毒或者係易燃嘅氣體，含氧量都正常。跟住咧就係做埋通風程序。咁負責密閉空間嘅東主或者承建商就可以簽發工作許可證，連同埋風險評估報告張貼喺當眼嘅位置。OK，開工。咪咁心急住，你連個人防護設備都未着落去。帶埋個個人警報器，攬埋全身式安全帶，咁就穩陣啦。仲有就係 set 埋三腳架、絞轆同埋防墮設備。佢洗水缸啫喎，使乜 set 埋三腳架咁大陣仗啊？小心駛得萬年船啊嘛！萬一你發生咩事，我點叫你拉你上嚟啊？不過好似仲爭一樣嘢喎。係2樣啊，就係認可嘅呼吸器具同埋復甦器啦。係啊，你仲要佩戴埋面罩，以防俾啲清潔劑咧接觸到你隻眼睛同埋塊面。仲要佩戴埋防化學品手套同埋安全水靴喎。而你咧就喺出面守候住，留意住下面同事嘅動靜喎。你而家開工啦！小心啲啊！我哋嘅行動好順利啊，已經完成咗第一個任務啦。Well done。咁跟住我哋會去邊度考察密閉空間啊？我已經同你安排好啦，就係渠務維修啦。OK，我哋即刻過去。
其實污水渠咧係好普遍嘅密閉空間嚟。係啊，我平時喺街都成日見到㗎。知佢哋用圍欄同埋交通圓筒將工作嘅地方同馬路分隔開，安全措施做足喎。你睇下，嗰邊已經有工友咧開緊工啊，佢着埋反光衣添，不如我哋過去睇下咯。工作許可證同風險評估報告都張貼咗出嚟喎。真係做足晒所有準備功夫喎。嗱，佢哋依家咧真係做緊清洗啦。你唔講我都知啦，佢哋清理緊啲沙石、垃圾同埋啲阻住去水嘅物質啊嘛。叻唔似咁跟住做啲乜嘢啊？清洗完梗係要隔離啦。不過渠務維修嘅隔離方法好似有啲特別㗎。啊，你講嘅梗係叫做俗稱嘅吹波啦。我哋會喺維修渠口嘅位置同埋上幾個渠口咧，都分別放有一個沖氣水室，簡稱膠波，然之後封脹佢，令到啲污水咧唔會再流入渠裏面嘅。咁啲沖氣水室就可以形成隔離嘅作用啦。咁啲有害物質就流唔到入去密閉空間啦。跟住落嚟就係試氣啦，check下有冇有毒或者係易燃嘅氣體，同埋含氧量夠。咁如果通風唔夠又點做啊？咁就要用吹風機吹啲新鮮空氣入去。喂，開緊工仲掛住玩？我梗唔喺度玩啦。其實呢一部咧就係渠道閉路攝影器嚟㗎。嗱，呢度有個鏡頭，見唔見啊？咦，係喎，有幾得意喎！咁啲工友開工之前咧，就會將呢個渠道閉路攝影器咧，就擺落去巡視一下先。哦，我知啦，呢個鏡頭咧就負責將影像傳送去監視器，監察下渠道有冇異樣，真係幾細心喎。咦，有真睇幾清楚喎。喂 ，Hannah，我哋檢查完渠務維修啦。咁就好啦。咁跟住我哋會檢查邊種密閉空間啊？ Ivan 啊，我想你休息下，你翻嚟公司先啦。係嘅，係。係 Edison，下一個密閉空間係一個興建緊嘅行車隧道，你帶埋兩個行進工人一齊去啦。收到。哇，個隧道咁闊，咁都叫密閉空間啊？阿希叫得我哋嚟咧，梗係有佢嘅原因嘅。你睇個隧道口個雖然係闊嘅喎，但因為佢個長度同埋入邊嘅空氣唔流通，都算係密閉空間㗎。咁我哋嗱嗱入去睇下啦。嚟得，我哋預支隻手續出入都要登記㗎。咁點樣登記啊？嚟間房咯。Hello，呢條設備都齊全喎。呢塊板咧就會記錄低有邊位同事而家喺隧道入邊工作緊，而電腦咧就會記錄低佢哋嘅逗留時間。大家過嚟睇下，呢塊板就係攞嚟記錄低氣體測試嘅數據同埋測試嘅時間，仲有喺隧道入邊嘅安全逗留時限。有晒記錄，咁就萬無一失啦。呢度亦都配備埋啲呼吸器具、復甦器同埋擔架床，以備不時之需。喂，呢啲一嚿二嚿好似油站入油咁嘅嘢係咩嚟㗎？嗰啲係頭燈嚟㗎，長期插住嚟叉電。請問兩位參觀完未咧？快啲攞張職員證出嚟登記啦！咦？你件反光衣咧？哎呀，漏咗頭先間房添，我即刻翻去拎。隧道入邊能見度較低，仲有車行，所以你要着反光衣㗎。呢條隧道咁長，點樣去提供有效嘅通風咧？呢度裝咗個強力嘅通風系統，成條風喉有成400米長，令到隧道入邊嘅含氧量保持喺安全嘅水平，同埋可以排走有害嘅氣體同埋塵埃。空氣嘅質素亦會不斷被監測住。除此之外，呢度有一套有效嘅排水系統，防止積水，確保員工嘅安全。條隧道咁長，我一停電咪黑晒？呢層你又唔使擔心，呢度有後備電源系統提供緊急照明。咦？呢度竟然有電話喎，係咪俾啲工友悶悶地嘅時候同啲 friend 煲下粥咁㗎？呢個係緊急電話嚟㗎，當發生危急事故嘅時候，就可以用佢嚟聯絡頭先登記房入邊嘅當值員工啦。Hello，what's happening？如果萬一發生火警，逃走路線應該係點㗎？仲使問嘅，梗係向住出口走啦。但係如果出口塞咗，又或者俾啲煙火擋住，咁點算？其實隧道同隧道之間咧都有其他緊急出口嘅，
如果其中一條隧道行唔到，就可以利用緊急出口去隔離嗰條隧道，咪可以去到集合地點咯。搭埋呢個逃生呼吸器，就可以避免喺逃生嘅時候吸入過量嘅濃煙。唔知帶咗呢逃生呼吸器可以捱到幾耐咧？大約15分鐘啦。如果15分鐘內你都出唔到去，我都幫你唔到啦。我哋一齊入去入邊睇下其他工作環境啦。今次你嘅特訓點啊？效果非常好啊！成班手足都熟習翻晒所有安全程序，而且我仲派咗佢哋出去檢查唔同嘅密閉空間，令佢哋經驗豐富咗好多。咁我就放心好多啦。要確保密閉空間嘅工作安全，其實係有賴勞資雙方嘅合作。我哋作為僱主，應該為員工建立一個安全嘅工作制度，同埋為佢哋安排合適嘅安全訓練、指引同埋安全設備。我哋身為僱員，當然要同僱主合作，使用僱主提供嘅安全設備同埋有關實施嘅安全程序。如果有任何問題，就要向僱主報告。仲有，我哋除咗照顧自己嘅安全之外，亦都要顧及工友嘅安全，大家互相照應啊嘛。如果你哋對密閉空間嘅工作安全仲有任何疑問嘅，可以隨時聯絡職業安全健康局。密閉空間安全應重視，齊心減少意外莫遲疑。祝各位密閉空間嘅工友開工大吉，平平安安。